欢迎在地事事康康继续来看到台中大道顶员宫过去专门替幼婴仔来断牛铃嘴仔断出名。传讲幼婴仔若是牛铃嘴仔解袂起来，来遮请示上帝讲一个启动了后，囡仔就会自然乖乖听话，家己甲牛铃嘴仔配掉。互这间庙的神道已经放上万个牛铃嘴仔。专家嘛讲到，要互幼婴仔改掉牛铃嘴仔这个惯势，也是爱靠时代，真有耐性，豆豆一步一步来，安尼才有效。 来到大道区的定元宫，伫咧先天上帝暗道的香槟边啊，有挂真济罐这个牛铃吹啊。超有用的啊！原来这拢是做当机超过60年的张辉成伊的成绩。伫咧真济年前，有一对爸母带伊的囡仔来，爸母真烦恼咧讲，因的囡仔已经1、2岁啊，不过要是真爱耍牛铃吹啊，不管是甲牛铃吹啊，甲抹番姜的，还是万金油，这个囡仔嘛是安尼耍条条改袂掉。张辉成来请示这个先天上帝起机了后，甲囡仔讲，唔通阁耍牛铃吹啊。 想袂到这个囡仔竟然会真听话，照咧做，甲牛铃嘴啊，甲交互伊。但迄个囡仔讲，迄牛铃嘴啊，唔好食，你摕起，啊摕起来交代哦，对啊讲，啊乖乖，我啊就笑笑咯，欢喜啊顿呢，啊就拢无代志。这个消息一个传出去了后，各地爸母拢走来遮咧求，靠神明要来断这个牛铃嘴啊言，这听着实在是真不可思议啊！ 不过专家讲，若是爸母较有耐心咧，应该是比神更较有效。孩子会有需求，是因为他有安全上的需要，所以我们在戒奶嘴的时候，切记不能强调速度。我要多快的去戒掉它，第一个这是要注意的。伫咧解牛铃嘴啊这段时间，都要照起工豆豆来，加和囡仔来讲话，来转移因的注意力，安尼才是真好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